张玉京、王湘莹、骆雨乔、段可峰、林道远、陈亮彤。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大家好，我是康康。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人大赏，1月24日除夕夜就在台视哦。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曼丽突然消失，宽亮焦急找寻，曼丽到底去了哪里？黄曼丽家里出了什么事啊？学文贴心为朵拉办欢送会，学文能够牵起朵拉的手吗？不送你，送女生回去也是一种礼貌。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真的要发生，可以说是凄惨的大灾难了。我爱上你的这个灾难，现在开始，不是有我吗？有需要就叫我随时等着你的召唤。既然这份爱情到最后一定会消失无踪，那么现在就疯狂的爱吧。最后会消失无踪？那是当然的，因为我的感情是假的。孙悟空，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阿哥啊，是去倒位啦？平平是我的姑婆。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现场消息。这是立法院下一个会期，新的2月初1特别开始，迄一天就会正式选出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即嘛是民进党不分区立法员尤锡坤配合现任的副院长蔡其昌2个人赢面上界大。今已经确定现场详细情形，交记者黄品玲来带咱了解。品玲。好，观众，今天是立法院这个会期的最后一天，而下个新会期在2月1号就即将展开，而在那一天呢，也将进行正副立法院长的重新选举。不过现在由于民进党立委席次过半，因此推出来人选就比较有可能会当选。而目前呼声最高的是由游锡坤来搭配现任的副院长蔡其昌。不过坤昌配是否已经成为定局呢？但也听到蔡其昌的最新说法。这几天听一听大家的意见，似乎是游院长跟我的搭档好像这个媒体也好，大家党内的声音也比较小。那但是不管怎样，他都还是要经过一个党内的程序，所以说会在会透过一个党团会议来确定这个正副院长的人选。那如果还有其他委员同仁有意要角逐的话，那他还会再进行党内的一些沟通。所以程序上的进行方式是如此。那到目前为止，我想也没有一个所谓党内定调或定案的这样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方向。那不过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去努力啦。可以听到蔡其昌表示，由于其他选项目前声音是比较小的，不过还没有成为定案。不过他也相信，虽然游锡坤他没有当过立法委员，不过他的政治经验相当丰富，相信他是可以升任院长这个职务的。不过也欢迎如果有其他竞争者的话，大家再来一起协调。以上就正是现场最新情况，再把先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多谢品玲，其他社会消息来关心。昨暝11点钟，台南发生一件车祸意外，2个人骑一只倒摆，经过12路口的时，互一只箱仔车弄一个真正力，2个人当场就倒车倒入涂骹。现场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蔡婉如来带咱了解。婉如。好，主播十字路口，一台机车横倒在地上，遭撞击之后，车体的碎片散落，同时还有2顶安全帽也掉在地上。发生车祸，骑士跟这个后座的乘客第一时间是先被送到医院来救治。至于涉嫌肇事的，则是停在大约100公尺外巷子里的这部箱型车。你是对这边？回家。你对永康这边啊？我过啊。你无食酒吧？无啦，我较有食酒。你车哪停啊？无，我用紧张，要停贴的，用无停啊，无，我越来越到遐晓。
开车的驾驶是名女性，说自己刚从夜市摆摊结束，回程途中行经这一处路口，见到机车骑过来，已经来不及刹车，只是这一撞力道强劲，当中骑车的男骑士倒地之后失去呼吸心跳，伤势比较严重。至于后座乘客手脚也有受伤，2个人先送到医院急救。至于厢型车的女驾驶，初步认定没有酒驾，只是车祸真正发生的原因，警方还要深入厘清当中。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宛如，搁再来关心这个上新的画面。台中北屯区鲁顺路一间铁片仓库熊熊规个失火，现场来看到火烧甲真旺。经据了解，这是一间藏酒的仓库。下早8点半，熊熊出火珠啊，刷来规个倒起来，因为内底囤真侪烧酒，外口搁停几落架火车，也搁有一寡茶帮，引起到火烧高寮，全无望。消防队出动19架消防组车，挖上班的警察、消防人员来遮拍火，今嘛火也未拍花。小待有现场来上新的画面甲消息，咱卖不关时为大家插播。过来关心这件车祸意外，新北市蘆洲宽体大道发生这件严重的车祸。老父的老母带囡仔一口罩4个人，伫中江隔屏岛准备要过车路，煞发一架特斯拉电动车弄到，结果其中12岁查某囝受伤伤过严重，送去病院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落尾警察调查了后，发觉讲特斯拉敢若行为超速，另外一架银色轿车无让主要的车路车先行，2架赛车人拢有责任，互警察依照过失致死罪嫌依法送办，检察官互当事者5万块交保。银色轿车为巷仔出来，准备要倒弯，煞来弄到直直驶过来特斯拉车尾规个翘起来，毋过动作放慢，看互真少。迄当阵一个查某囡仔甲厝内的人拄啊好经过路口，查某囡仔规个人互特斯拉的车尾扫着，弄着安全岛。那边仔的爸母看到查某囡仔的小弟嘛惊一个工气，赶紧退去边仔。查某囡仔互弄一个无咧喘气，妈妈哭伫边仔喊救命，爸爸嘛走过去查某囡仔的身躯边，毋过查某囡仔送去病院了后，也是救袂回来。黑色车子撞击，然后飞到安全岛，去撞到那个小女童。我只看到妈妈站在那边一直笑而已。2个车主下来，看似好像一脸茫然的感觉啦。事发地点就在这里，现场就有黄色网状线。当时小女童从这里经过，不慎被特斯拉波及撞上。代志发生在新北市蘆洲永乐街附近，特斯拉弄甲密密麻麻，现场的零件线甲龟头卡，阁会当看到有火热，实在真恐怖。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有的过车路线的所在，袂当伫100公尺内范围内底直接过车路。车祸现场离上近的过车路线有137公尺远，所以查某囡仔无违规。如果车快的话，一定撞到车头，时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尤其晚上更严重。经过民众的行车记录器嘛，翕到车祸的画面，会当看到迄当阵特斯拉驶甲真凶，明明速度有限制50公里，伊却可能驶到80公里。看到有人嘛袂互动，就安尼弄到查某囡仔，迄台银色的轿车嘛同款有问题。A 车是没有让干道车先行，B 车疑似有超速，那行人的部分目前查无肇事责任。银色轿车是为巷仔驶出来的，无让大路的车先过，像入要弯。加上特斯拉的驾驶车驶甲真紧，2个驾驶的疏忽，牺牲的却是无辜的查某囡仔。过年前一个美满的家庭，就安尼红拆线。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佩塔拉骑共享电动车，甲遮当作是赛车场，伫咧表演特技。这是咧高雄捷运基极站外口站的空地啊，本来是休困日，就有一寡学生囡仔来遮咧练厨房。无意外，煞有人骑这个左来的共享电动车伫咧爬架，刷来乌白边，搁甲规个过程铺上网络。民众袂讲实在足无公德心，安尼伫咧乌白舞。业者嘛讲，就算袂发，也毋过刷来教育囡仔要安怎来骑共享电动车，刷来卖考虑定搁较严格规定，避免这款代志搁再发生。头戴安全帽，少年骑车伫遮过，雄雄伊煞一个口短西。学迄个粗溜板，直接甲出去哩这个斜坡板顶悬，想袂到一个吊搭从啊跌落来，伊的手机啊嘛落落来，边仔朋友是安尼看甲笑嗨嗨。不过伊厝的毋是粗溜板，是迄个共享的电动车。本来就是无公德心啊，
你若讲你家己物件你弄是无要紧啊，你这做恁来使安尼讲舞的。连民众嘛拢骂讲这实在是真无公德心，代志都发生伫高校基极管捷运站边仔的这个空地啊，因为平常时遮有真侪学生会来遮耍这个醋溜棒，甚至讲会甲这个醋棒甲搬来，想袂到这边的主角煞对醋溜棒甲换做共享电动车。严格来说，我们的规定里面是有可以罚他们的这一条，可是我并没有想这一次罚他们，因为我觉得说这次其实比较重要是教导他们。暂时是袂对这变热气的囡仔来甲罚，不过业者嘛烦恼讲这个学生啊会受伤，嘛佫惊讲别个会来安尼有样学样。我们自己也会以后会再添加罚款，就是这样子可以让这些小孩子比较不敢这么做。伫个未来会来定更较严格的法则，因为这个主打方便的共享电动车，煞互人家当作在变人，安尼恐惊讲损失的是其他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发生事故一句无关系，唔是正是无要紧，这是双方对这句话有误解，煞变做是钓达发生代志了后做伊走。台中道民众塞车来到卖早顿的店要来买早顿，要离开的时目睭煞无注意去弄到着边仔这只奥多摆，塞车的人赶紧落车，甲骑奥多摆的人回较陪，讲一句失礼。这个骑奥多摆的人嘛讲无要紧，塞车的人就掠准讲无伊的代志，准拄线要做伊走，无受到几落点钟后，接到弄到人做伊走的通知单。原来是骑奥多摆的人讲无要紧，是讲伊人无代志，奥多摆也是爱赔。双讲一个讲天，一个讲地，使自家用这人煞变做肇事做伊走，有刑事责任。银色的轿车停伫个早餐店的门口，驾驶马库要准备离开的时，一个无张持煞去弄到后壁的奥多摆，驾驶紧落车，甲奥多摆甲牵起来，佮紧甲骑士会失礼，确定讲无代志啊，驾驶甲佮上车，直接驶车走去啊，想袂到过无几点钟，煞去接到这个肇事逃走的通知。机车骑士是表示说对方有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所谓的没关系哈，只是一个礼貌性的回应哈，并非说不要这件事情由警方处理。奥多摆坦平生有去考到，若这个轿车的车尾嘛有落擦。代志就发生伫去年的12月19早起9点外，东区大智路的这个早餐店门口，驾驶咧捌去的时阵去弄到奥多摆，伊讲一声失礼，这个骑士嘛甲回讲无要紧，驾驶叫是讲安尼无代志，我一个就驶车做伊走。奥多摆的主人硬一个，就随来报警。原来这个奥多摆的主人讲无要紧，是讲伊人无要紧，毋是同意讲伊会当离开。奥多摆有损害嘛是爱甲赔，这个双方的认知有差，才来造成这场误会。很无奈啊，是一开始就是要直接报警啊，就觉得很衰啊，一个年轻人，然后我又不忍心，然后就想说好放过他，但是后来变成他反咬我。造逃什么之类的，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倒霉。民众听了感觉讲这实在有够衰，嘛有人拄到这款的经验，所以这个警方嘛提醒讲，无论案件有偌细，要是爱来报警备案，安尼才会当来预防万一，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台东外海发生火烧船的意外。下早8点钟，我成功渔港，也就是新港的海墘啊，差不多1公里的海面，一只永泉3号渔船啊，雄雄规倒起来。咱看到这个画面，火烧甲特别美。现场一直庆和烟海巡人员接到通报了后，赶紧派船来拍火，顺势把火拍花。根据了解，船顶内底敢若一个姓林的船长，船规倒起来时，已经赶紧跳落海，平安无代志。详细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人员进一步来调查。另外来关心新北市三甲，这个副片大外送人员下班了后，把奥多摆插伫因兜的门卡口，保温箱无收起来。家人工要做事的时，发觉讲规个保温箱拢互贼仔拼去。警察调查发觉讲原来是共图的，甲伊偷摕，摕新的来换旧的，会当讲亲像是泥娃换太子。详细情形，连续记者张培珠来传来了解。培珠。好，主播各位观众，通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男子半夜鬼鬼祟祟在路边行窃，但仔细看，他随后偷走的是一个外送保温箱。原来男子看到路边停放的机车上有外送箱，竟心起歹念，因为自己也是外送员，嫌自己的保温箱太旧，竟然偷同业的来替换。被逮时还辩称是朋友不要了，叫他自取。来听一下警方说法。经侦讯后，李显辩称该夫的外送箱是于2周前与另一名外送员向其表示他不做了，可自行前往该处拿取Foodpanda的外送箱有可能拿错等谢罪之词。全案本所
经侦讯后，依窃盗罪函送新北地检署。被害人不止损失价值2000元的保温箱，还没能上班，少赚2天薪资，也害得他得上网再购买2手保温箱才能恢复上工。而警方调查发现，行窃保温箱的林姓男子住在一处社区大楼，偷走保温箱后搭计程车回到自家，把偷来的保温箱与自己的旧保温箱汰换，事后还装作若无其事上班骑车送餐。被逮后虽然想狡辩，但监视器和被害人指证清清楚楚，最后仍被依法送办。以上就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形，先让时间交换棚内。多谢培主，搁再来看到这个趣味的船名，伫咧网络变做红军。配合这只渔船啊，号名叫做上大。其实这台语听起来是无啥，也毋过导人想到华语的对当音。啊，那船顶玻璃笼的铺板叫做上色，嘛引起话题。有人抛起人面册，互网友笑甲要变过。船头家讲名是老母号的，老尾嘛特别去庙里跋杯，决定加船，号名叫做上大168号。趣味的船名引起到大家热烈回。新船入港放炮仔咧欢迎，这只2019年9月落水的渔船，看到嘛敢真殊常。不过你敢有张持着？船身顶悬印的船名有写2字真大，上大，念久了后难免引起人的联想。船主亲身来解答，当初甲这只船甲号名做上大，想袂到伫咧港务局登记船名的时阵，拢爱加一字号字。安尼就来称做上大号，这声煞来变做另外一个意思。安尼嘛，互网友看一个笑甲要变过。是厕所的意思啊，可以搞笑的吧？上大2个字而已，是觉得还好啦。是。他登记的话，后面多一个号，就会觉得差很多了。更较趣味的是，伫这只船仔顶悬有一块用塑白条的这个玻璃笼的铺板，伊的名叫做上色，这嘛算是船主一个心色气。不过伊伫咧事后嘛背回讲，其实大家拢误会啊啦。这只船上尾的名甲号做上大168号。就无介好听，袂歹啊，哪会歹啊？啊，主要是咧跋杯跋是只有干啊，嘛是袂歹耍啊，会歹。阮老母号的。原来这是船主老母号的名，而且尾啊嘛有去庙来跋杯，讲这个名真好，真有意义。本来只是一只停伫咧平湖的渔船啊，尔。这声煞因为这个船名号甲真趣味，伫咧网络来逼红，嘛来称做一个趣味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扫来去太鲁阁国家公园，去年新正年这段时间，一天就上万人来这参观。为了避免游客塞车来到太鲁阁国家公园，引起到大家塞车塞伫这袂顶袂当。即马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为新历1月26到28，也就是新正年初2到初4，要来交通管制，扣掉游览车、客运车、一般4轮的车，拢袂当入来。太管处嘛伫咧管制这段时间，煞游园专车，分做3条路线，提供游客免费会当来坐车。不管什么时间，太鲁阁国家公园拢是这个国内外游客上热门的打卡景点。这边风景怎么样？很漂亮，非常好，好山好水好空气。太鲁阁国家公园伫去年的春节连续假期的时阵，一天可涌入去万外人。为着无要让游客来国家公园煞来造成大塞车，来影响到佚佗的品质，太鲁阁国家公园的管理处嘛，伫1月26到28，也就是过年的初2到初4，来实施交通管制。除了游览车、客运车，一般4轮以上的车拢袂当入去。太管处嘛，伫这个管理的期间，来杀出这个游园专车，甲分做3条路线。通提供的游客免费来坐。我们在特别阁口到天祥会实施交通管制，从7点开始。那我们在各游乐据点，从新火车站到最著名的沙拉荡、叶子口、九曲洞到天祥，都有专门据点，那游客可以随时的上下车。那想要坐这个专车的民众，会当先坐火车，伫太鲁阁站来落车。也若是讲家己塞车的民众，会当把车停伫火车头的停车场，再个坐免费的专车来到这个国家公园。有游园专车的话，会不会比较方便？会啊，对，方便。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好啊，会不会想来坐？会。太管处这回杀出这个免费的游园专车，就是要让民众伫过年时阵真欢喜来佚佗，袂因为讲塞车从啊摇兴趣。记者综合报道。一寡人过年爱拍麻雀，南投埔里就有一间巧克力豆业者想到这个创意，甲传统铁佗米麻雀和幼乐西洋式的甜点心相夹，做甲形成麻雀的巧克力豆，有条东慢东西南北红中发财，毋若形成可以当摕来食。过年真侪人拢会拍麻雀，毋过你敢有看过这款麻雀巧克力豆？
尾条、东蛮到东南西北，红中白板发财全部拢有。这款麻雀巧克力豆是南投埔里一间做巧克力豆的业者，甲台湾人过年过节真爱伊的麻雀，当作设计概念，伫西洋的点心内底加入传统的文化做出来的。差点分不太出来，现在有点是想要吃了之外，还要再继续打，拿这个来打，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可以过年的时候边玩麻将，然后边吃麻将巧克力。那做甲真成，是在用白巧克力豆榛果，佮加入日本茶佮台湾有机绿茶混的鸭，互麻雀巧克力豆食起来袂伤过甜。这种巧克力会很甜，但是它不会，它这个抹茶就是跟那个榛果，就是完全是一个绝配，非常刚好，口感也很好。大粒麻雀巧克力豆拢是手工来做的，业者按照一比一的设计甲做出来。制作这个巧克力的时候，这过程当中啊，需要费时将近5天的工作天。除了灌壳啊，还有制作里面的内馅以外，那最费工的呢，其实就是画上面的这种腕啊、锁啊，还有铜的这个花色。业者发挥创意，打造甲真的麻雀真共的麻雀巧克力豆，后面将过年拍麻雀手气旺旺旺，达到拢自忙。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无同的体验，为了要让中部的车迷会当更较晚来体验 F1 赛车，新历3月7日，台中市市政府头一届在市政路放假办 F1 表演比赛，市长罗秀燕特别西装打扮做车手，坐赛车模仿器来体验伫路的赛车，感受 F1 赛车大马力，也有细圆可爱的离心力。F1 一级方程式赛车紧张佮刺激，3月特别引入来台湾啊！台中市长罗秀燕亲身来体验赛车，惊死人的速度，可以一直讲 amazing。不只是经济带动，市场也跟着带动。罗秀燕讲，捌体验过这么紧的速度，算甲足欢喜的。F1 赛车是世界高级的比赛，中华民国文化休闲运动协会甲表演赛引入来台湾，3月伫台北、台中起过。跟大家报告，是的。F1 赛车就要到台中，只有3月8号这一天哈。那当天呢，我们会把市政路封起来哈。F1 表演赛会伫西屯市政路办，专长892公尺的比赛车道，2台 F1 赛车会伫遮来一场表演赛，互民众现场体验赛车的引擎声、车赛过气味甲赛车的技术。市政路到时阵会封路办表演赛。的目的就是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赛事，这样高规格的赛事，用接近城市居民的概念，在城市街道。台湾头一届办 F1 表演比赛，互车迷拢足期待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互大家真期待，出名3D 画图大师詹进成过去替婚林的4湖乡博雅寮乌熊艺术村来创作，变做网络真正的画图村，人坐甲敢若山同款。金鸟市今年要来啊！佫一届互莆田乡的主委拜托，伫咧庙口画一只立体大只的大金翅，一个画好了后，随铺上网络，引起大家注意。这只庙口大金翅，喙价一塔1000块的现金，坐伫遮翕相，那亲像是坐伫鸟鼠的尻川皮，看起来实在是真好彩头。这只3D 大金翅，按算会变做婚林7年上界穿的护图彩色图。1、2、3。今年是金翅年，婚林莆田乡的庙埕前有一只真大只的金翅，喙面阁加一沓1000块的纸票啊！这象征金翅送财，而且徛喺无同角度，这只大金翅看到是安尼真活叫，还阁真有立体感，声真侪民众拢是来遮安尼拍卡翕相。真的会有那个视差，这为什么会真的一大一小？民众甲坐经过的所在，安尼看到亲像坐金翅顶悬咧。伸手徛伫金翅的边啊，安尼看到亲像咧摸金翅咧，看到是安尼喜气腾腾。进前莆田乡的主委想讲农历的过年要到啊，要来甲装一寡应景的图，就找立体3D 的彩绘大师詹正成。伊为着感谢主委真注心来打造这个4湖乌熊艺术村的期间，对伊是遐尼啊照顾，所以伊就随甲答应。嘛无要甲摕工钱，对这个材料甲设计，敢若开3工的时间，佮甲这只3D 的大金翅甲画好势。7年啊，啊对啊，唔只系讲来画到这个庙口吼，
为这只啦，给各位拜年，单点透视去把它绘制完成，让客人来这边的时候，好像这只老鼠拍照起来，好像是它就在你的身边一样。3年前，詹正成大师来到婚龄树屋的碧雅寮咧彩画，第一件作品就是把这个电信的线路箱用当地名产乌鱼子，甲画做这个叶红仔机。结果伫网络来逼红，刷落去，伊个刷咧画10几百个互动彩画，安尼互这个渔村一下个出名起来。即马过来伫过年前伫庙口来画这只金翅，安尼通互民众有喜气，财运旺旺，添天好代志，嘛过来引起一波对金翅的热潮。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热潮来看到2020年台湾灯会伫咧台中后里马场园区来变做一个动物公园嘉年华灯区，规划侏罗纪恐龙，也有海底世界、热带树林在内，拢总12个大主题，有133组立体动物的花灯，现场搁再采一只15公尺悬恐龙徛伫眼前，布置的进度比按算的搁较紧，真无简单的机会。台视新闻先带大家来看卖。要看各种奇怪动物，唔免走去国外。今年台湾灯会伫后里马场园区，就有一座真特别的动物公园嘉年华，包括有15公尺悬的弯龙花灯，搁有小几啊壳的狮王、美洲豹松林电影 party， 配合声光的效果，互游客为日时看到暗时拢看袂清。目前布置的进度真顺利，市长罗秀燕专工内底工作人员加油，看到各种的创意嘛，感觉足特别的。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恐龙灯具，最高最大哈，而且每一个都能动，每一只都能动哈，那制作的精良的不得了哈。位数前到现代，天顶的水底拢总133组的动物立体花灯，规划做侏罗纪冒险、海底世界、热带树林、甲冰山世界，拢总12个主题，等于是一个大自然的灯海。那真趣味，买当甲游客互动，唔管倒位，拢是拍开景点。这恐龙蛋，然后孵出一只小恐龙。灯会唔有花灯，文化局佮邀请国际有名的珍宝马戏团。灯会这段时间，逐暗7点，拢有户外高空表演秀，是全世界唯一台湾首演的大戏。台中市政府把握时间来做准备，要办一场上精彩的台湾灯会。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也未上场，就新风洞，这是出名画图家纪美，伫咧宜兰火车站附近成立到纪美广场，这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已经几多年啊！一款游客拢特别来到宜兰行搭，要来遮看卖。宜兰市市公所进一步伫咧旧城区做13个特色公车站牌啊，车站内底都有真古锥的红啊，若公车内底有画图，本内底的这个角色，要陪游客做伙来坐公车。公车入站啊，我过看草啊色加上绘本的风格，一个看就知影是纪美的作品。绘本内底主角出现伫公车牌啊边啊，上车个古锥的红啊陪你做伙坐车，后面将相机摕出来一直翕。当我们看到这个吉米的可爱的人偶的时候，心情会更不一样，然后在这边等车也不会觉得无聊。身为一个宜兰市的市民，有这样的一个符合宜兰市的一个地景的在地的艺术，当然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游客徛伫车牌头前，甲纪美故事的主角互动，其实宜兰火车头附近，早到纪美广场这大型艺术啦，市公所嘛进一步打造13个纪美公车牌啊。旧城的一个旅游观光巴士里面就充满了吉伟老师的观光元素在里面每个站牌都有它的特色。我们沿着这个我们的旧城环状。总共有13个车站，配合公车牌启用，市公所嘛伫人面册办活动，民众甲这新的景点翕相，就当参加抽奖，嘛互这纪美的新的景点，加做城市内底上特别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有新道具彰化台湾民俗村过去是规台湾10大旅游所在排头名，向开始化工要拆。最近有民众发觉讲，古城门剧场的游乐区拢互怪手拆掉。经过媒体报道，县政府才知影民俗村已经要拆，拢无经过允准，嘛无摕到会当拆的牌，就安尼大主大意，已经要求做工程的单位爱停工。一寡过去做囡仔时捌来遮耍的人，看到规个拢趴远去，实在真唔甘。台湾民俗村的入口，古城门甲这个城墙嘛，规个拢倒去，铁机啊嘛走出来，四界拢是安尼哼哼嘻嘻。甲看内底有2台怪手踮咧做拆除的工课。
这是中华花坛出名的台湾民俗村。1987年，创办人施景山来成立。伫咧90年代时阵，会使讲是真抢赢。这个园区有52公顷，其中这个大门的出入口庆丰门，确实是仿清朝彰化县城的西门，来争做园区的地标。另外嘛，佫收真侪这个台湾的历史古迹。亲像新北投车站、中华宝岛、定安宫的妈祖庙，拢是原封不动安尼直接甲搬徙过来的，来争做这个园区上大的景点。另外，则佫红选做是规台湾10大旅游胜地第1名，来甲比起这个1995年遮尔抢赢情况，过来甲看今啊，除了讲一部分提供予这个电视台来拍戏。其他会使讲是安尼倒的倒，拆的拆，有真侪民众拢真少年因囡仔时代的回忆，即嘛已经正式来进入历史了。被拆掉、被拆除，真的很可惜啊！台湾找不到了哈。对啊，台湾找不到了啦，蛮舍不得的。只是这个台湾民俗村自从拆以后，县政府煞完全唔知影，一直到媒体咧报道，才知影讲代志大条啊，一个甲追查落来，原来是地主嘛无去报备，嘛无摕到拆除的执照，佮家己来甲拆。即马去由县府甲强制讲爱停工。区内的一个建筑物有3栋有设有历史建筑嘛，初步了解是目前拆除的部分并没有涉及到文字身份的一个建筑物。台湾民俗村从这个9日一大地震了后，就开始衰微落来，一直到尾啊关园去由法院甲拍卖。2011年的时阵，苗天的查某囝用天价15亿6千万甲标落来，就安尼一直荒废到即马。最近佫讲要甲拆，后摆有可能甲改做工业区，嘛有人讲要来做肋骨塔。不过无论是要甲改做啥，拢毋望会当互地方较欢迎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欢迎，在地事康康继续来看到台中大道顶元宫过去专门替幼婴仔来炖牛奶水仔炖出名。传讲幼婴仔若是牛奶水仔解袂起来，来遮请示上帝讲一个启动了后，囡仔就会自然乖乖听话，家己甲牛奶水仔配掉。互这间庙的神道已经放上万个牛奶水仔。专家嘛讲到，要互幼婴仔改掉牛奶水仔这个惯势，也是爱靠时代，真有耐性，豆豆一步一步来，安尼才有效。来到大道区的定元宫，伫咧先天上帝暗道的香槟边啊，有挂真侪罐这个牛奶水啊。才有用的啊！原来这拢是做当机超过60年的张辉成伊的成绩。伫咧真侪年前，有一对爸母带伊的囡仔来，爸母真烦恼咧讲，因的囡仔已经1、2岁啊，毋过要是真爱输牛奶水啊，毋管是甲牛奶水啊，甲抹番姜的，还是万金油，这个囡仔嘛是安尼输条条改袂掉。张辉成来请示这个先天上帝起机了后，甲囡仔讲，毋通阁输牛奶水啊。想袂到这个囡仔竟然会真听话，照咧做，甲牛奶水啊，甲交互伊。但迄个囡仔讲，迄牛奶水啊，毋好食，你摕起，啊摕起来交代哦，对啊讲，啊乖乖，我啊就笑笑，就欢喜，啊顿呢，啊就拢无代志。这个消息一个传出去了后，各地爸母拢走来这咧求，靠神明要来断这个牛奶水啊源，这听着实在是真不可思议啊！不过专家讲，若是爸母较有耐心咧，应该是比神更较有效。孩子会有需求，是因为他有安全上的需要，所以我们在戒奶嘴的时候，切记不能强调速度。我要多快的去戒掉它，第一个这是要注意的。伫咧解牛奶水啊这段时间，都爱照起工豆豆来，加含囡仔来讲话，来转移因的注意力，安尼才是真好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和信仰有关系。苗栗县德南镇一个细龄的查甫要结婚娶某，人讲娶一个好某看样做作，伊毋是驶进口的轿车要来娶某，是跟驸马金宝夫人新桥来到餐厅。原来这对新郎新娘是咧宫庙活动熟悉，双方拢认为讲是驸马赐婚，两个人才会请神明来见证终身大事。新郎甲伴郎光新桥对锣鼓声一步一步来往这个婚礼现场甲行去。这个约2公里的路程，参加的亲戚朋友拢真欢喜，因拢袂感觉忝。颠倒是互会场的宾客甲这个餐厅业者拢惊一下。头一摆看到讲人结婚，佮甲新桥甲新明直接甲请来参加婚礼。夫人去冥冥中保佑，让我奶奶的身体能够平安顺利，那我才可以如期的完成这个婚宴的。原来这个新郎的阿嬷伫1年外前定定破病，嘛定定去大医。新郎为着要祈求这个阿嬷身体康健，佮来参加驸马金宝夫人的轿班。下愿要来光桥祈福，嘛伫这个过程内底来熟悉着新娘，因两个人嘛因为这个姻缘的牵绊来得到新明的庇佑，所以就决定讲要伫婚礼时阵，甲金宝夫人的新相，甲请来到现场证婚。未来不论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会紧紧地牵着彼此的双手。我爱你。
新郎讲，因为头起生的时阵，阿嬷的身体状况无偌稳定，因两个人的分歧就安尼一直无法度决定，一直到尾啊有来请示这个情报夫人，刷到阿嬷的这个身体就有较稳定，家己的事业嘛真发展，安尼互因感觉真灵性，佮真感恩，所以才会含新娘共同来决定讲要甲情报夫人甲请来做伙分享因的快乐，来替因的终身大事做一个见证。记者综合报道。业界人生业界消息来关心，今年新嘉年电影有喜剧、相拍的动作片，嘛有爱情片要来请拼。像讲查某明星安心啊，这一届就搬小丑啊，要变做一个岩头岩面的角色，搬电影杀手扣着穿。另外，资深的艺人廖俊和林美秀才是立牌演员，推出轻松的笑话剧《喜中天降》，和这个郭家燕主演的爱情电影《你的情歌》要来拼一个关系。另外，还有真子丹香港片《飞龙过江》探拜。礼拜日找空空来遮宣传，连年会大家发红包，提早炒热话题。穿这条蓬蓬的大裤衫，来到这个年会大家咧发红包，来甲现场的民众咧拜早年。艺人康康来化身做真子丹，替这个贺岁港片《飞龙过江》来做势，嘛讲伊家己想要转来这个春节的档期。我刚刚生的女儿，没有这个多余的这个财富来那个完成自己的心愿啦！演这个肥甲已经101公斤的警察，伊骹手也是真有力。真子丹伊伫咧封群了后，来挑战这个重量级的装扮，来演这个喜剧动作的电影，这个困难度嘛袂小。准备抢攻贺岁市场，国片嘛要甲拼一个。这么小小一个东西，1000万美金哎！我总有一种预感，那个查理啊，跟100K 绝对有什么关系。激烈的庆典，麦当来请做笑亏，一个迄个隔壁阿丽亚戆大姊的模样，安心啊，伊来拄着这个纳豆是冤家。伫个电影杀手扣着穿内底，另外要互你笑到闹下海，还佫有一波。这是美国上盖新的太空科技所，眼睛对眼睛，含情派派，卖。凊彩啦！想要卖好野人厝，刷1万年来变做梦算厝，这安尼到底是算好也是算歹咧？廖俊来斗打林美秀这个实力派的演员，杀出这个轻松的笑话剧，要来对决郭家燕主演的纯爱电影《你的情歌》。只是讲这几年来，贺岁档的国片拢是安尼真落差，就看讲今年敢会当较稳当的。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世界大代志来关心中国北京故宫出名阁楼餐厅，12来推出高级的围炉岛，一道算算的爱人民票6688块，差不多是台票3万块。消息一传出来了后，随互人客注文了，引起到一寡网友伫咧传讲鬼三三帮北京即马故宫遮尔爱钱咧做生意，结果短3天了后，餐厅就取消这个买卖，已经注文的人客变做真无欢喜。餐厅是安怎会安尼来取消？即马也未公开原因。要过年啊，各大餐厅拢来抢围炉的商机，输人无输阵。中国北京的故宫阁楼餐厅嘛杀高级的围炉料理出来，一道10个人爱人民票6688块，超台票3万块。为精彩果子干到各种海产甲外料理，什么拢有。一个开放预订就随风订完，想未到3天了后，说团讲预约全部拢互餐厅取消，现金嘛拢退回去互人客。年夜饭没有了，对，取消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真期待围炉就安尼无去，互已经预约的人就无欢喜的。外界传讲，因为故宫征收停水停电，所以餐厅无法度继续提供围炉的服务。不过，有网友质疑讲，阁楼餐厅无伫故宫内底，认为取消真正的原因是价销伤贵，争议伤大，餐厅才会高不离中甲取消。有网友表示，6688元的年夜饭让故宫有过度商业化之感。有网友惊体讲，故宫阁楼餐厅的收费甲宫女出菜会比拼的，不过有人认为，考虑到过年时啊甲景点这条件，这款的价销袂伤贵。毕竟还是在故宫这样的景点的地方，年夜饭一桌大饭店也得好几千嘛，觉得挺正常，能接受。目前故宫甲阁楼餐厅拢无公开回应，不过餐厅为15号开始，拢敢若开到下晡，下暗无开。其实北京故宫这几年靠文创赚真侪钱，收入已经唔是敢若靠门票啊。这回餐厅阁要抢存一个商机，虽望无成功，不过故宫有要商业化无，恐惊也是爱阁加上一个才会用的。记者综合报道。要过年要来关心，这个外送平台生意长好，嘉义市卫生局就头一摆来推出是安大纸，互点头免费讨转去打一个产品的包装，代表讲产品无透过。大家好，我是花花，2020超级巨星
星红白艺能大赏还有4个呢。真的那么急着成为神仙吗？每天都很珍贵。我叫你来是希望你陪我。你把我卖给牛魔王。他说三藏是有使命的人，如果完成了，说不定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在那之前，请你在我身边守护我。当然可以，因为我爱你。今晚11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钟团队：班杰、梁又霖、白翔、若星、张本鱼、葛雷、朱露豪。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要为落啊，大家拢真关心食材到底有青也是无青。要来甲大家小解这日就是青，青就会当讲是食材食的物件真新鲜，嘛会当讲是青菜衫色水真艳。另外，这日青嘛有一般咱常常听到的音，就是新鲜的鲜。啊，若俗音真侪人读做鲜，大家真侪人读做新鲜。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头一个就是青笑，代表讲是食的物件，因为真新鲜、真光，嘛会当讲是一个人青菜色水真艳。第二个词新鲜，嘛有真侪人读做新鲜，确实嘛是有字典写做新鲜。这个意思同款是讲物件真青，无变质。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电视节目伫咧播主持人青菜真青笑，带大家来到鱼市啊，食上介青的海产，上介新鲜的海产，要来算古早的铁佗米，实在真趣味。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青，另外还有音读做鲜含鲜，提供给大家参考。继续要来看到新嘉年要来啊！外送的美食平台，到时阵生意应该是会真好。嘉义市卫生局就头一届来推出是安大纸，互店头免费讨登记打。大理的产品的包装，若是无离开，代表讲物件拢无开过、无食过。虽讲安尼看起来较搞工，也毋过对店头和消费者来讲，拢加一项保障。现代人用手机饲的饭就会送到厝的，毋过送外送的经济嘛愈来愈多。像讲消费者收到番麦鸡汤糜，内底有奇怪的物件，固定的便当，互送外送的食去。像这款的问题，毋但消费者会惊，头家嘛足烦恼的。所以嘉义市卫生局特别开发是安大纸出来，很明显的这一个拆封的这个痕迹在这上面。大纸搭伫便当顶的，若是甲抓落来，就会当看到顶的有正面迄个分页，安尼就会当知影包装有封贴过，保护食品安全。这个方式还不错，餐点送到消费者的过程之中，可以避免说中间有可能被开封过，双方的责任归属会比较清楚。头家普遍拢真满意，安尼做会当保护双方的权益。防拆封贴纸最主要是保障说这个从餐厅一直到消费者的手中。这中间这个食物是没有被动过手脚。另外是安大纸顶的毛宣传预防食歹巴肚的5个原则，市政府希望透过这款的方式，守护外送料理的安全，安尼对餐厅甲消费者拢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健康的话题，继续来关心。若是有出过水拍的人，拢有机会可能会去滴到皮蛇。健保署上新的统计资料发觉讲，60岁到69岁的人占上介济。另外，少年家同款有2成的机会。医生提示讲，年纪若是愈来愈济岁，免疫力就会较烂，水拍病毒可能就会搁一届影响到咱的健康。即马治疗的抗病毒的药啊，健保已经有补助啊，有食药啊，就会当袂有心惊痛的风险。皮肤红疹碰拍搁足痛的，捌出事过的人拢有机会会生皮蛇。根据统计，生皮蛇的人60岁到69岁上济，不过少年人嘛有2成。皮肤科的医生就提醒讲，免疫力有好无是重点。水痘病毒，这同样的病毒呢，都会躲在人的神经里面啊，就是在这辈子呢，必须跟着我们试着和平相处。但是当我们比较疲累、熬夜、压力大、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呢，它就会从我们的神经这边跑出来。
皮蛇大部分会出现伫个胸坎、腹肚、颔棍啊这个所在，毋过若是生伫个目睭、耳啊、生殖器这个所在，就要细腻，有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医生讲，皮蛇压起来进前，皮肤真正常，毋过会出现头痛、发烧、人神神这个感冒的症头，刷落地开始生皮蛇，超2礼拜到4礼拜会无去，就算好啊，留落来神经痛嘛，就有可能袂无去。这个疼痛呢，有一些人甚至疼痛到1个月、2个月、半年、1年以上的时间。这个疼痛的话，有些时候呢，这个就他们的病患的一个反应来讲呢，是哇，真的是痛不欲生这种痛。那种痛的话呢，会很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另外，有研究证实，有生过皮蛇的人，骨头扫去断去的风险会加1.2倍，中风的几率嘛会加3成，对侪伙人是真大的威胁。医生讲，目前治疗的抗病毒药啊，已经有健保的补助啊，好好食药啊，对避免神经痛的风险是真有帮助的。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菜继续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即嘛是寒天，嘛是草鱼大出的时间。来看到这间草鱼园，真特别，内底拢是用家己种的草鱼来做甜点心和料理。大家好，我是花花。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还有4天。真的那么急着成为神仙吗？每天都很珍贵。我叫你来是希望你陪我。你把我卖给牛魔王。他说三藏是有使命的人，如果完成了，说不定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在那之前，请你在我身边守护我。当然可以，因为我爱你。今晚11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钟团队：班杰、梁又霖、白翔、若星、张本鱼、葛雷、朱露豪、李璇、刘克勉。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赶快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要来看到这个真特别的种草鱼果子园，内底草鱼拢是用无毒种的。头家林良敬顶一代嘛咧种果子，和因某张敏霞2个人发挥创意，伫咧因兜的草鱼园头前，搁再开一间咖啡厅，用家己种的草鱼来做甜点心甲料理，像草鱼披萨，顶头摆的草鱼火烧汤酱，拢是家己控的。另外，搁有烧酒炖草鱼牛肉饭，互来交关的人拢会当感受到因的用心。草鱼较早讲是红泡，规道现满的红泡大餐，有红泡牛奶、红泡咖啡，还有红泡披萨，含这个红泡酒炖牛肉。来到林家的红泡园，就会当食到这的创意料理。有真侪消费者，当年红泡期若是一个到，就会主动上门来报道。就是酸酸甜甜的，所以口感我觉得很不错，然后小朋友也蛮喜欢的。这个红泡披萨，安尼一喙甲加落去，含甲芳酥的饼皮来斗搭这个酸蓝甜的滋味，安尼互人客学落甲会得志。伊好食的秘诀，就是拢是现满现做的。特chế饼皮甲铺伫烘盘顶悬，再过来甲抹家己豆豆仔效的红泡酱，伫个顶悬过来放一寡家己种的娘仔树籽含打果，安尼就会当甲放入去烘咯。260度的高温甲烘12分钟，等到这个饼皮小可长大膨起来时阵，就会当出炉。再搁用9粒红泡含这个高头果，甲铺伫饼皮顶悬，上尾搁甲蓝牛奶糕，安尼这个红泡披萨就做好咯。另外还佫有这个困难度真悬、真幼路的料理——红泡酒炖牛肉饭。味道跟一般的餐厅比起来的话，它的牛肉啊，还有饭的香味都很足够了，香味适宜哈。这个牛肉软硬适中了，哎，非常好吃，哎，
你觉得草莓也是很新鲜。这么青的红坡，拢是伫咧这个餐厅边啊，家己红坡园现满呢。便啊，人客一个点餐，过来现满，来这唔但会当食到红坡大餐。伫咧假日的时阵嘛，开放予消费者来现满，会使讲是从细汉就伫咧红坡园大汉的。不过林良敬，伊读的是电子的相关科系，毕业了后，佮一直伫贸易公司咧食头路。伫遐做10多年啊，伊的收入嘛真稳定。不过伫咧8年前，伊真有效，唔甘伊的爸母年纪遐尼大，佮爱做农事咧拖磨，就决定辞职返来厝的斗三工。近几年来，草莓其实越来越难照顾了，一些可能新型的一些可能病害啊什么的，越来越多。那加上我们又是朝着有机方向，尽量去做到安全无毒，所以又更难照顾。所以其实接手这方面压力还蛮大的，希望能延续妈妈的那个精神。为着要甲老母的精神甲青影光彩起来，红坡园内底红坡拢坚持无全农药，这个采用无投毒的栽种实在真无简单，因为逐年拢会去拄撞到病虫害的考验。今年刚好我们今年就是说有一个新型的病害比较严重一点啦。那以我们可能育苗上万株来讲，可能大概死了将近70%左右啦。这么用心咧照顾这个幼湿湿的红坡，伊的看守詹敏霞嘛来斗做，看守甲广告公司的头路甲撕掉，含因头的做伙来做，嘛正注心加一寡新创意，甲这个厝的红坡园来打造正做复合式的咖啡厅。其实我觉得夫妻可以在一起工作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其实现在的同学啊、朋友啊，其实他们在电子业其实都不错。说真的，那时候是蛮羡慕的啦。说当初怎么没有走电子业，一点也不会后悔，因为娶到好老婆，对，然后可以一起来打拼这个园区。翁仔某两个人相敬相挺，牵手做伙来替家己的红坡园拍拼，安尼嘛，互真侪回头客通去食到这个幸福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好，我是花花。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还有4个。真的那么急着成为神仙吗？每天都很珍贵。我叫你来是希望你陪我。你把我卖给牛魔王。他说三藏是有使命的人，如果完成了，说不定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在那之前，请你在我身边守护我。当然可以，因为我爱你。今晚11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钟团队：班杰、梁又霖、白翔、若星、张本鱼、葛雷、朱陆豪、李璇、刘克勉。台视4月望雨，更请期待。大家好，我是康康。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人大赏，1月24日除夕夜就在台视哦。在叫，我带你吃东西。好爱你，再说这几句。你怎么知道？知道吗？你懂了。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周1到周5，消费情报站，好利鲜花5个赞，有10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台视，一起上，送10万，送10万。
真的要发生，可以说是凄惨的大灾难了。我爱上你的这个灾难，现在开始，不是有我吗？有需要就叫我随时等着你的召唤。既然这份爱情到最后一定会消失无踪，那么现在就疯狂的爱吧。最后会消失无踪？那是当然的，因为我的感情是假的。孙悟空，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阿公啊，是要去倒位啦？平平是我的姑婆，我要甲伊照顾。我回来。你来啊？已经回来啊？我回家。肚子饿了吧？哪像你，整天就会打麻将。你是在教训我吗？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大家好，我是花花。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还有4个。真的那么急着成为神仙吗？每天都很珍贵。我叫你来是希望你陪我。你把我卖给牛魔王？他说三藏是有使命的人，如果完成了，说不定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在那之前，请你在我身边守护我。当然可以，因为我爱你。今晚11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上新8点档大戏，上介强的金钟团队：班杰、梁又霖、白一翔、若星、张本鱼、葛雷、朱露豪、李璇、刘克勉。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大家好，我是康康。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人大赏1月24日除夕夜就在台视哦。在叫，我带你吃东西。哎，好怀疑，在说这几句。你怎么知道？知道吗？不懂啊。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周一到周五，消费情报站，好你先挖5个赞，有10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台视，一起上，送10万。真的要发生，可以说是凄惨的大灾难了。我爱上你的这个灾难，现在开始，不是有我吗？有需要就叫我随时等着你的召唤。既然这份爱情到最后一定会消失无踪，那么现在就疯狂的爱吧。最后会消失无踪？那是当然的，因为我的感情是假的。孙悟空，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阿公啊，是要去倒位啦？平平是我的姑婆，我要甲伊照顾。我回来。你来啊？已经回来啊？我回家。肚子饿了吧？哪像你，整天就会打麻将。你是在教训我吗？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大家好，我是花花。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还有4个。
真的那么急着成为神仙吗？每天都很珍贵。我叫你来是希望你陪我。你把我卖给牛魔王。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欣赏2020年花莲太平洋灯会18正式开始上场，活动一直到2月中，其中咱看到头顶花市来宝悬16公尺，还佫有花石市造型同款真显目。另外，李溪潭展览区由花莲的好运米翁面阿来带头，带一寡阿米亚修理水面，开幕迄一暗放烟火，规个半空中光亮亮，互游客看甲啪啪啪。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岛新闻。红白艺能大赏，还有真的那么急着成为神仙吗？每天都很珍贵。我叫你来是希望你陪我。你把我卖给牛魔王。他说三藏是有使命的人，如果完成了，说不定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在那之前，请你在我身边守护我。